今天呢，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收养猫咪之后第1个月做的10件事情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，健康检查，打预防针，植晶片。欧们是自己跑来我们家的，所以不知道他之前的生活环境怎么样，健康状况又是如何，所以带他来兽医院做检查。好在它是一只健康的小猫咪，而打预防针跟植晶片也非常的重要。不得不说，欧们真的超乖的，打针跟抽血都没有任何挣扎。看完兽医之后，别忘了购买猫咪的定期除虫药。猫咪的驱虫药呢也非常重要。接下来就帮欧们洗香香吧。在我们领养之前，欧们的生活环境并不是很整洁。一起生活之后，当然要帮它好好洗一次澡，把过去在流浪的时候累积的脏污通通都洗干净，才能变成一只讨喜的香香小猫哦。虽然多数的猫咪很讨厌洗澡，欧们也不例外。不过久久洗一次而已，就请它多多忍耐喽。再来要准备好吃的，伺候这只挑嘴猫啦。其实它一开始是吃干饲料，但是我们在做资料查功课之后呢，决定还是让它吃湿食，帮助它补充更多的水分。一开始很多的罐头它都不吃，最后呢，我们挑这几款鱼底的罐头，它才愿意吃。养猫当然一定还要准备一个猫砂盆啊。这个猫砂盆呢是一个前进上出的抽屉式的猫砂盆，猫咪可以从前面这个入口进去，然后在里面上完厕所之后呢，从上面这个洞口跳出来。它的屋顶呢是有孔洞的，所以猫咪走的时候，它脚上的沙就可以掉回去，减少掉在旁边的可能。那清猫砂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这个抽屉拉出来，然后用它随附的猫砂铲子把它的便便尿尿铲出来。像这边就有一块，铲出来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还没用到的猫砂滤掉。然后铲出来的排泄物呢，我会把它放进去这个我们另外买的小垃圾桶。这个垃圾桶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小小一个，然后可以直接按压就可以打开。然后这时候把它的便便尿尿丢进去，之后要清理就很方便。用完就可以把它挂回去，然后把猫砂盆关起来。这个呢，则是我们前几天刚收到的猫跳台啦。这个猫跳台有130公分高，有好几层，可以让猫咪在上下自由穿梭。柱子上呢都有这个麻绳，让它们可以磨爪子。那这个猫跳台呢是要自己组装的，而且重点是它只要600多块而已，超便宜的。不过呢，缺点就是它有点不稳，看它会晃。不过我觉得以它价钱600多块，确实我们品质也不能多要求什么了啦。除了猫跳台之外呢，我们还要给它买一个猫抓板。H 型胸背带呢，对猫咪跟狗狗来说都是比较不容易挣脱，相对起来比较安全的款式。虽然我们一开始帮欧们穿的时候，它是实话站着动也不动，不过后来我们带它去扫地散步的时候，它渐渐习惯胸背带跟牵绳，走起来也越来越自在哦。你看，穿上背带的欧们是非常的可爱的，这个胸背带配色很好看，买的很值得啦。另外，除了胸背带，还有一项外出必备的物品，那就是外出包。这一款外出包呢，我觉得非常的轻巧，而且呢，它可以侧提，有没有像这样子？然后也可以变成后背，所以我觉得两用的对我来讲非常的方便实用。它的前面有一大片的透气孔，然后侧边也都有透气孔，所以透气性我觉得还不错。不过呢，它的容量没有到很大，目前4.7公斤的欧们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所以如果你家是大猫，可能就要审慎考虑一下哦。这款呢也是虾皮上买的，很便宜，好像才500块吧。总之，对我这个新手猫奴来说，先买便宜的用用看，才不会花到太多冤枉钱哦。好，还不错。外出用品买齐了，那我们就带欧们出去走走吧。多数的猫咪不像狗一样需要散步发泄精力，不过我们观察后，欧们好像对外面世界还蛮好奇的，所以就带着欧们跟尼莫来草地上走一走。整个过程，欧们虽然有一点点小紧张，不过他还是有四处走走，自己稍微探险了一下。但这边要稍微提醒一下，不是每一只猫咪都可以接受外出散步，有时候反而会带给它们太大的压力。所以，如果想要带猫咪外出，记得先观察一下它们的个性，并且选择安全、不易挣脱的背带跟牵绳，才不会发生意外哦。总之，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新养的猫咪狗狗，都可以考虑帮我们买一张宠物保险，增加它们的保障哦。好啦，以上是我们养欧们第1个月做的10件事情，分享给大家。